之前有同事問我，申請永居期間個 visa 要過咗期，點樣向公司證明自己有 right to work？我使唔使停工㗎？又有朋友問我個 visa 得返幾個月，會唔會好難轉工呢？我諗可能其他香港人都有同樣嘅疑問，所以今集想分享一啲詳情同埋 HR 嘅實務做法。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今集嘅內容，就唔好錯過啦。大家好，歡迎嚟到 Carrio 生活日常，我會同大家分享我喺英國嘅生活、旅行、親子同埋工作點滴。如果你中意呢類內容，記得訂閱啊。其實點解會有同事問我呢？或者我簡單介紹下自己先。我以前喺香港做 HR， 嚟到英國之後都係繼續做翻 HR， 亦都有收到過一啲相關嘅課程。之前嘅工作都需要幫手處理員工入職文件同埋 right to work check 嘅安排，所以有機會接觸過呢方面嘅實際情況。而呢條片就係分享我自己嘅經驗同埋做法。如果大家有其他意見或者想補充，請留言話俾我知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先，本篇嘅內容呢係僅供一般嘅資料參考，並非法律意見或者專業指引。影片中所有嘅圖片同埋資料均嚟自公開嘅網上資源，但係每位觀眾嘅情況可能唔同。如果有需要，請向合資格嘅法律專業人士、移民顧問或者相關政府部門查詢。製作者係唔會對因用呢條片嘅內容產生嘅任何損失或者後果負責嘅。雖然好多人都可能已經知道，不過都好快咁講下點樣喺英國證明 right to work。呢張係大家可能見過，係一張 BRP 卡。以前呢啲 visa holder 都可能用呢張卡嚟證明佢嘅 right to work 嘅，但係喺2022年嘅4月，BRP 已經唔可以用嚟作為 right to work check 嘅證明，而且 Home Office 呢已經唔再發出 BRP 卡啦。所以相信大家即使有呢張卡呢，應該都就嚟到期。而家嘅 visa holder 呢，都係需要喺網上申請一個 share code。然之後咧，就用呢個 share code 咧同埋 passport 俾僱主去 Home Office 個網站嗰度做 right to work check 嘅。點樣申請 share code 咧？我喺呢條片就唔花時間講啦，因為喺 YouTube 都好多片可以去講解，大家可以揾下嘅。間唔時咧都會聽到人講，申請永居或者申請緊簽證延期係拎唔到 share code 嘅喎，其實係咪真㗎？又有乜情況係一定冇辦法拎到 share code 嘅咧？根據政府喺2025年6月更新呢份僱主操作指南入邊，有提到只要係 e-visa holder， 即使等批永居或者續簽，其實都可以拎到 share code。不過亦都有提到呢個系統仍然提升緊，所以部分用戶未必能夠拎到 share code。呢個情況就可以用 ECS 去核實啦。所以咧，我感覺呢個系統喺呢一刻呢個情況嘅處理未係好穩定，所以令到好多人都拎唔到 share code。希望大家到申請永居嘅時候，個系統已經改善咗啦。但係如果真係申請唔到個 share code，其實都可以用 ECS 呢個服務。ECS 嘅全名係 Employer Checking Service， 顧名思義，即係只有僱主先可以做到嘅查核服務。所需時間大約5個工作天。結果會直接 email 俾僱主。如果你已經喺間公司做緊，提你記得 check 下你喺公司人事系統入邊個地址同埋你 UKVI account 入邊個記錄要係一致嘅，因為僱主做 ECS 嘅時候係要提供員工個 home address 噶。圖中呢兩份喺我網上面揾到嘅 ECS check 嘅結果嘅 example， 同我實際工作上面見到嘅係一樣嘅。左手邊綠色嗰份呢，即係 positive 嘅結果 PVN， 就代表呢個結果係正面。簡單啲嚟講，你係可以喺英國工作，直至呢份通知書上面個有效期為止。咁當然，如果你個永居或者續簽係批准咗，咁你就梗係跟永居或者續簽個期啦。咁右手邊紅色呢份呢，就係 negative 嘅 verification notice， 即係代表咧你唔可以喺英國嗰度工作。即使公司已經請緊你做緊嘢，但係無論咩職位或者做咗幾耐都好啦，公司都要立即 take action。通常呢就係會即時終止你個 employment 嘅。如果你係尋求緊庇護，但係又未批難民身份，而 Home Office 又批准咗你可以喺英國工作或者讀書，咁好可能你就會有呢張 ARC 卡。
但即使呢張卡上面有埋 NI number 都好啦，都唔可以作為 Right to Work 嘅證明。但係同時之間，你冇辦法申請到 share code，咁唯一證明到你 Right to Work 嘅方法呢，就只有請僱主做 ECS 啦。我記得處理過一個個案，睇返啲文件，個同事尋求庇護已經超過咗2年嘅時間，但係仍然未獲批難民身份。如果我冇記錯，佢份 ECS 咧就只有半年嘅期，咁我哋每半年咧都要做多一次 ECS， 而且係有限制，佢每個禮拜最多可以做幾多個鐘，所以咧佢都只能夠做 part time 嘅工作。如果你已經獲批咗難民身份，咁你就可以好似其他 Visa Holder 咁樣申請 share code。我印象之中，我都見過有個同事咧係第二個國家嘅，佢嘅難民身份咧係最後成功申請到永居。咁但係咧，對於尋求庇護同埋難民呢啲嘅情況，我就真係唔了解。我淨係能夠分享我工作上面見到嘅情況。如果你因為過去幾年嘅情況而需要嚟到英國尋求庇護，希望你哋平安都可以快啲申請到難民身份啦，加油啊！咁講到嚟呢度，其實之前都見到一啲網友會問唔同嘅問題，大致上呢都係 Visa 得返幾個月，永居又未批，會唔會好難揾工㗎？我返緊份工會唔會影響到嘅呢？其實呢個問題嘅答案真係可以 yes 或者 no， 好睇個人嘅情況決定㗎。咁呢，理論上只要你個簽證未到期，或者你個 ECS 拎到一個positive 嘅結果，咁你就仍然有 right to work， 僱主請你都唔算違法嘅。如果你已經入咗職做緊啦，一般嚟講都唔會有太大影響，最緊要同公司溝通好。但係實際操作上呢，有時唔係法律嘅問題，而係本身公司嘅考慮。有啲公司制度比較保守，或者覺得行政程序好麻煩、好複雜又有風險，亦都有啲僱主未必好清楚相關嘅流程。而對於一啲咧好急住等人用嘅崗位，或者一啲短期崗位 zero-hour contract、學徒同埋培訓類嘅工作，如果個 visa 年期唔夠長，公司就未必會考慮啦。其實我自己都識有個朋友，因為咧佢個 visa 嘅期唔夠半年，但係佢想申請一個學徒嘅崗位，而個崗位係需要18個月嘅培訓期，最後佢因為呢個原因係冇請到佢㗎。咁我喺網上面咧就揾咗其中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好似呢個 Trainee Healthcare Assistant 嘅免費培訓課程咁樣啦。雖然佢唔係直接一份工作，但係呢類課程通常都會有證書，而更加重要嘅係會同請人嘅僱主係有實際嘅聯繫，可以大大增加之後受聘嘅機會。不過佢喺報讀要求方面咧，佢都有寫明㗎，個 visa 咧最少要有15個月以上，而且有啲特定類型嘅 visa 同埋 ARC 卡咧，佢哋係唔會接受嘅。咁講到嚟呢度，都做個簡單嘅總結先。如果真係暫時申請唔到 share code，其實可以請僱主用 ECS 去做查核，只要你個簽證未到期，或者經 ECS 拎到一個 positive 嘅結果，僱主請你都唔算違法㗎。當然頭先都有提過，有啲情況下僱主可能會有顧慮，甚至未必會考慮。不過我又覺得大家唔需要咁快灰心，有時候真係唔試過唔知㗎，繼續試係好緊要㗎。最後同大家分享幾個實用嘅小貼士。第一，要提前同公司溝通啦，清楚解釋自己情況同埋相關嘅條件。最緊要就係一定要限期入邊遞交永居或者續簽嘅申請，同埋主動咧就將申請嘅證明俾僱主。如果有需要咧，可以提示公司其實可以用 ECS 呢個服務做查核嘅。好啦，今條片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我都係第一次做呢類型嘅資訊分享影片。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或者之後有咩題目想我講，都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幫我 comment、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亦都可以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多謝你哋支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